今夜月色真水，咱唔通辜负良辰美景，也得好好相助。愿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当年山西的水灾，冲散了一阮骨肉之情，冲断了阮天伦之乐，何时骨肉重逢？陪牛兄饮一杯，鼓励说，要有手金交嘴，明日秋来明日秋，今夜不醉不归啊！大哥，你敢袂记哩？咱有重任在身，你总袂用饮酒误事啊？贤弟。你安怎看牛兄遮无气咧？啉两杯仔烧酒就会烧酒醉吗？哈！毋是啦，大哥，我来，干杯哦！好，来，小弟就陪你。妖怪，快点！快！
别可相分请出，我来北极先天上帝，因有我神下令，下令使多还天。在地下作乱，我神就来xử理破门。一面是今天中还魂之，助你来日地下修复谣言，以保宋石江山。想要来害我，好佳在现天上帝来救我，并且赐我三宝，吉面寿、镇天宫，搁传运气。真是，大哥，哦，你会当得到三宝，恭喜恭喜！我虽然会当得到三宝，就是就现地，现地。啊，赵大哥哪会无看迄人呢？嘿啊，就现地是为要帮助我，说落像妖怪，被妖怪甲伊逼落断来。哈？